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康之家，我係小康，投資可以好輕鬆，你的資產你掌控。又嚟到物業活化，咁今次就係呢個系列嘅第6集啦。私人銀行融資配置私人銀行級別嘅終極物業活化啦。咁之前咧有2集我哋分別就講咗一個係保證嘅收益，一個就係基金非保證嘅派息收益啦。咁一個就係保本咁樣賺一啲額外嘅息差，一啲就係賺額外現金流。今次呢一個咧就誇張啦，個回報，講緊一個800萬嘅物業，爭緊120萬按揭嘅，佢可以喺10年入邊幫佢透過私人銀行級別嘅物業活化融資賺多600萬收益翻嚟。咁具體做啲咩咧？其實都同之前介紹嘅工具係有關嘅，都係做基金都係做保單。不過基金我哋係會做融資，而保單我哋都係會做融資。咁而且咧利率都係可以做對沖嘅喎。咁樣好啦，咁首先我哋睇一睇，其實咩係私人銀行先？私人銀行佢係專業啲，定係有錢人嘅身份象徵，定係佢啲服務特別好，定係有保證回報？嗱，其實咧私人銀行咧傳統就係幫一啲比較有錢嘅客人管理財富啦。咁講緊20年前、30年前已經係有一個叫做100萬美金嘅門檻㗎啦。咁其實喺20幾30年前咧，呢個門檻都相對高嘅，因為你講緊100萬美金喺20年前，其實你係可以 full pay 買一層樓㗎啦嘛。可以做好多嘢㗎啦，咁樣咁當然啦，擺喺今日100萬美金，好似就冇以前咁多啦，咁樣。咁但係點解要開私人銀行戶口咧？傳統，因為其實以前咧喺私人銀行咧，其實係會多啲我哋所謂嘅有錢人特權嘅，其中一個最關鍵嘅就係有融資服務同埋多啲產品賣。咁講緊咩係融資服務咧？就譬如定期啦、存款證啦、保單啦，咁當然股票基金嗰啲傳統嘢咧，全部都可以融資配貸嘅。意思係咩咧？譬如我100萬買一個存款證或者定期咁樣啦，咁我正常就可能收個4厘息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原來係可以喺私人銀行嗰度100萬買300萬嘅定期或者300萬嘅存款證。咁當然啦，保單基金股票都得啦，可以買大幾倍嘅。咁當然要睇個資產嘅風險，個資產越安全，佢就可以俾你槓桿得越多倍咁樣。咁將個資產槓桿得越多倍，咁個回報咪越大咯。而且呢個融資咧，唔一定係借港幣或者借美金嘅，佢係可以俾你借埋瑞士法郎或者1 yen 咁樣嘅，個利率好低，講緊係1厘樓下。咁當然啦，佢哋會面對其他外匯嘅風險啦。不過有個關鍵就係，其實咧而家近呢2年咧，零售銀行嘅融資服務咧係追得好貼私人銀行㗎。甚至乎係有啲零售銀行咧，好過私人銀行個條款，即係喺我角度啊。咁譬如舉個例子，因為私人銀行咧，傳統就係全部都有用呢個 cost of fund 加某個基數咁樣啦。咁最平就 cost of fund 加0啦。咁但係佢哋冇所謂嘅封頂嘅，好多都即係好少情況會有啦。大部分都係冇封頂冇P 封頂咁樣嘅，冇 P terms 嘅，即係最優惠利率冇嘅。咁但係零售銀行好得意嘅喎，零售銀行咧傳統用 HIBOR 啦或者 cost of fund 都有。咁但係咧有時佢會有個 P cap 喺度嘅喎，即係大家有做過按揭就知啦。如果 HIBOR 個條款高得滯，高個 P，咁就會自動減低啲嗰個客 P 噶嘛。咁我哋又成日都所謂嘅 P 封頂 P 封頂，即係譬如2年前左右咪加息加得好勁嘅，零售銀行融資業務嘅息率係平過私人銀行嘅喎。咁而且個門檻好低，咁所以咧，而家咧有句説話就係其實某啲私人銀行咧，其實係食緊一個我哋叫做富人智商稅咁樣，即係咧專食啲有錢人佢唔識揀好似以為私人銀行好啲咁樣，咁就收佢貴啲，但係其實未必提供到一個好啲嘅 service 俾佢嘅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呢個話題即係有機會，可能我哋遲啲先再傾咁樣啦。咁等大家知道大概咩係私人銀行，點解我哋叫呢個融資叫做私人銀行配置咁解。
好啦，咁其實融資有咩好咧？個效果係點咧？譬如我攞啲例子嚟俾大家參考，譬如美國國債，我哋而家3月啦，咁啊做個7年期嘅話咧，收益率大概係4.25。咁譬如我融資1倍，咁我呢度暫時當係借港紙先，唔好搞到咁複雜，就係借日元或者借瑞士法郎咁樣啦。我當借港紙，成本3.2，咁我額外收益咪有多1%咯。係啦，咁呢個3.25，而且係用 P 嘅，用 P cap 去做嘅。咁我如果100萬融資1倍買200萬嘢，咁我就唔係收4厘啦，我可以收5厘25啦，扣埋個利息成本。咁如果3倍嘅，咁我又可以再收多1厘咯，咁樣咁變咗就係、我個收益喺買美國國債呢啲咁安全嘅情況之下，我都可以賺多啲。不過當然啦，你就要面對另一個我哋叫融資風險嘅問題啦。咁派息基金啦就再誇張啲，因為佢可以派6到8厘息啊嘛。咁如果融資成本3厘幾，咁我咪額外可以收多3到5%咯。咁如果我揾100萬買200萬，其實我揾基礎有6%，加多3%，我就收緊9%一年噶咯喎。咁如果我買啲係8厘嘅派息基金，基礎8厘啦，我再加埋個息差多5厘，咁我咪成13厘咯。所以都係好誇張嘅。咁嗱，仲有保單其實都係可以做融資嘅，保單回報 around 可能5厘咁樣啦。咁睇你買咩保單啦嚇，間公司有少少唔同。咁不如我融資1倍嘅，咁我成本都係3厘啦。咁大概我咪額外又收多2厘咯，將保單5厘嘅收益就變咗做7厘嘅收益啦。咁當然啦，保單個收益咧唔保證嘅，派息基金嗰啲都係啦。咁但係保單佢好得意嘅，喺咁多呢兩隻嚟講咧，佢係唯一一隻你唔擔心我哋叫做資產價格突然下跌而 call loan 嘅產品嚟嘅，因為佢個保證價值一定係向上嘅，只不過佢非保證部分就唔一定派俾你不過保證部分都一定係上升嘅，一定係上升嘅。咁我哋叫做保單係唯一一個啦，你可以安心做融資做4、5年，做到你想斷為止咯。咁你只需要就係、去處理嗰個融資利息嘅成本，你處理都有得㗎啦。你唔使你將保單升定跌，因為佢唔會蓋窿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將保單個收益唔夠，你有機會得不償失嘅，呢個又另一個問題。好啦，最尾融資咧就涉及風險嘅。咁咧，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，就唔該諮詢持牌嘅理財或者投資顧問啦。咁樣好啦，咁我哋入正題啦。呢個例子咧，阿葉先生咧，佢個物業估價係800萬啦。咁咧爭緊120萬嘅按揭嘅，每個月供款就係11,587蚊，咁啊爭10年，120期，利率係3厘。咁我哋運用私人銀行配置啦，首先我哋就係簡單同傳統一樣做個按揭先，7成，咁啊756,560萬啦。每月供款咧就22000，咁因為560萬嘅新按揭，咁比原先多咗440萬，所以個可用資金就係440萬啦。個供款就30年啦，每月供22000。咁我哋會做3樣嘢嘅，唔係3選1係同時做晒呢3樣嘢。第一步，我哋會預留一個100萬嘅現金儲備俾個業主嘅，俾阿葉生咁樣。咁呢個攞嚟做咩？增加佢個流動性，同埋去抵禦風險嘅。第二樣嘢，我哋會做一個440萬嘅派息基金，攞嚟增加個現金流。第三樣嘢，我哋會做個儲蓄保單，係125萬美金嘅，咁攞嚟做本金增長嘅。咁最尾有個按揭回贈啦，現金回贈有4萬零蚊。好啦，你見到呢三樣嘅資產加埋，其實成千幾萬㗎，千幾萬。所以咧，我哋就話呢個咧物業活化，我哋叫做3倍融資，係私人銀行嘅配置級別嚟㗎啦。3倍融資，咁目標年期咧就10年，咁但係唔係話你一定要做死10年啦。係我哋定個10年位俾客人做目標啫。咁其實佢中意做5到10年都冇所謂嘅。好啦，咁咧我逐個 step 去講佢啲資產係點樣配置，點樣行一個流程。第一步，440萬嘅按揭資金攞咗出嚟啦。咁每個月你要供22000正常咁啊，供30年，咁啊2厘7。好啦，第一步我哋就認購派息基金喺銀行度認購啦。咁啊440萬派咧就29000嘅。8厘就29333一個月。咁銀行融資60%意思係咩咧？我買完呢隻基金，銀行佢會再借多264萬俾你，俾阿葉生啦。咁呢264萬咧係可以自由使用嘅，你攞去環遊世界都得。
不過呢筆錢銀行俾你，咁當然唔係送俾你嘅，有個融資成本就要還7150蚊 per 每個月嘅。咁我基金唔可以收29000一個月，但係我攞多264萬出嚟做其他嘢，有個融資成本7000蚊減咗去，所以我每個月淨嘅現金流係可以有22000嘅呢度啊22000。好啦，咁銀行喺基金嗰度再俾多264萬我咧，我首先會留起96萬先嘅，做一個預留現金。再加埋之前我哋提及按揭嘅現金回贈40000蚊，咁我就有100蚊喺手噶啦，100萬。呢100萬擺喺度先，擺喺度。咁剩低168萬咧，我哋會去嗰張保單度嘅，張保單我哋做125萬美金，咁就975萬港紙啦。喂，168萬點做975萬嘅保單咧？因為銀行又會融資768噶啦，呢個768一樣就係銀行借俾你去買呢張保單咁點解會俾你啊？因為呢張保單咧有保證嘅價值，可以攞去做抵押融資嘅。咁而本身銀行同保險公司咧係有一個抵押協議喺度嘅，可以咁樣做。咁咧變咗就係連埋啲回贈咁你就買到呢張單噶啦。不過同樣道理，呢768萬銀行唔會送俾你嘅，你係有成本嘅，每個月要俾19200。咁咧呢個成本大概係2厘8啦。咁當然啦，佢係要睇市場利率嘅，有機會升有機會跌。好啦，咁呢度就係配置晒所有資產啦。咁我哋睇下個現金流先，同埋10年之後個結果個效果會係點樣？首先現金流本身嘅供款咧，如果我乜都唔做，葉生，咁佢一開頭係爭緊82萬啫嘛，咁佢個供款就11000蚊嘅啫11000蚊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做咗3樣嘢啊嘛，有個派息基金做咗融資啦，跟住保單又做咗融資啦，跟住仲有個新嘅按揭供款多咗啦。咁分別就係基金減完融資嗰度咧，我會有22000啊嘛，保單加大成去到125萬美金，借咗佢700幾萬啊嘛。咁我每個月就要俾19000啦，咁我減咗佢，跟住新嘅按揭係要22000啦，咁變咗我收到22000減完兩個支出，講緊我每個月嘅供款咧，其實係要19000嘅，19000。好啦，咁俾佢原先11000蚊嘅供款，係咪都有8000蚊一個月啊？多咗8000蚊一個月。咁我哋一開頭咪留咗100萬喺自己戶口嘅，呢100萬就可以攞去幫佢負責供呢個多咗個8000幾啦。咁個業主葉生，佢咪可以自己淨係跟翻原有個按揭 schedule 供11000咯。咁多咗個8000就喺呢度儲備攞啦。咁其實一年就差唔多10萬啦。咁呢度就講緊可以夠佢供十年噶啦夠佢供10年。咁當然供完10年就差唔多冇噶啦。咁樣，咁呢個係假設呢100萬齋擺喺度，唔收任何息唔做任何嘢咁樣假設。好啦，咁之後個基金會贖回啦，保單都係會退咗去啦。咁我哋講咗基金先，基金咧我哋買咗440萬啊嘛，咁係做咗一個264萬嘅融資，咁買咗佢就要扣翻融資，咁得翻176萬。呢度我係假設基金冇升跌嘅，萬一基金跌，你咪攞翻少啲咯，基金升你又攞翻多啲咯。咁我當冇升跌先，176萬。另外保單咁大家買過保單都知㗎啦，保單佢你簽嗰個回報說明書啦，佢會每一年寫晒保證、非保證總額有幾多㗎嘛？咁咧呢一個例子個總額咧寫喺個計劃書入邊咧係1608萬嘅，咁我當1608萬啦，減咗銀行個融資768萬，咁剩低840萬，即係呢兩筆錢會增加100人攞到手嘅，加埋咧係有成1016萬。不過唔好咁開心住，有成1000萬，但係你嘅按揭加大咗未還晒噶嘛？咁我哋睇下個最終效果，10年之後攞翻1016萬啦港幣。咁但係你要扣翻個按揭餘額嘅，個按揭咧由560萬供咗10年咧，最尾會仲爭421萬嘅。咁其實千零萬我減晒佢個按揭，我仲有595萬，呢個就真正我哋話額外嘅現金回報啦唔單止供完層樓仲有595萬，係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度大家要注意一樣嘢就係，其實做咗好多重嘅融資啊嘛，咁融資嘅槓桿咧係會倍大，
業主或者我哋叫投資者嘅風險嘅。首先第一樣嘢，所有融資都係要俾成本俾利息噶嘛，咁你會有利率嘅風險，而利率亦都有機會隨市場波動會加會減。咁加減嘅時候咧，就會影響現金流，就有現金流嘅風險啦。或者直接啲就係萬一加息，你冇錢去供，咁你就開始要賣資產。咁你開始賣資產嘅時候咧，你個計劃未必 keep 到10年啦，呢個第一樣嘢。而資產價格亦都有機會下跌，咁呢個就係你嘅風險啦。咁而基金價格都會波動噶嘛，咁而槓桿又倍大咗喎，你個波幅咪更加大咯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呢個咧要做嘅時候，咁大家就去揾一啲專業嘅持牌顧問去問啦，係啦。同埋呢度我哋純粹係講一個業主去做呢樣嘢嘅例子俾大家聽啊。市場上私人銀行級別流行緊嘅物業活化，其實係指啲乜嘢咧？其實就指 exactly 呢一個嘅做法。咁呢個做法好唔好咧？大家要去衡量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，同埋你熟唔熟保單啦，熟唔熟基金啦，熟唔熟逆融資嘅條款啦，呢啲咁樣嘅情況，即係唔能夠話呢個係好定唔好。即係你了解完，你承受到，你知道你做緊啲乜嘢，會有啲咩風險，你覺得 OK，咁你咪啱咯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，我借錢我就唔舒服噶啦，同埋我承受唔到呢啲風險嘅，咁其實你咪唔啱做呢樣嘢咯。咁樣，咁呢樣嘢其實就所謂嘅我哋叫做零額外本金，創造一個巨大嘅額外收益啦。咁樣，因為所有錢其實都從樓嗰度嚟，其實唔係唔使俾錢，只不過層樓借出嚟幫你俾啫。咁樣，好啦，咁其實咧唔一定話要做10年嘅。頭先我哋講話5到11年都得啊嘛。咁我哋攞6年做個參考。現金儲備100萬啦，咁扣除咗6年嘅供款補貼，因為我哋話佢啲現金流計計埋埋要供19,000，比原先11,000就多咗8,000啊嘛，咁我哋要幫佢補貼呢8,000蚊啊嘛，咁如果補貼6年咧，剩低就有41萬嘅，咁一樣啦，之後基金又贖回啦，保單又贖回，咁基金一樣，我當佢冇升跌，咁啊賣咗佢就係176萬啦，張保單咧就會1,200,000啊，咁啊退咗去扣翻融資，仲有461萬。即係總額，我 total 連埋嗰個現金儲備餘額咧，會仲有678萬嘅678萬。咁而個按揭喺第6年嘅時候咧，會爭481萬。咁我減咗佢，完成咗個按揭，我都仲有197萬嘅，都唔錯。咁而且本身10年嘅按揭，我提早咗4年完成啊嘛。其實我慳咗成52萬嘅，因為我每月都要供1萬蚊，一年都12、13萬噶嘛。咁我慳咗52萬㗎。咁加埋個回報就249啦，249萬。咁8年都係咁樣計啦，8年一樣啦，就係我現金儲備剩翻幾多錢，咁我贖回晒所有嘢，賣晒啲保單，咁仲有841萬，扣埋個按揭仲有389萬。咁其實按揭都做咗2年完成啦，本身10年，而家8年搞掂。咁其實慳咗26萬，咁總回報就415萬啦，咁樣。好啦，咁咧今日我哋就講完第一個私人銀行級別配置嘅物業活化啦。咁下一集咧有第二個終極物業活化嘅，就係1250萬嘅物業爭緊300萬按揭，我哋點樣幫佢即時免費攞200萬俾阿仔做首期，之後佢10年之後退休又多240萬退休金。咁咧，大家就即刻 subscribe channel 啦，咁就唔會錯過下一集精彩內容。同埋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內容咧可以幫到你啲身邊朋友嘅，咁你就可以 share 埋過去啦，同埋 like 咗佢。咁今日我哋講到呢度先，thank you，拜拜。